台湾一家领先的智囊团声称，中国可能会通过强迫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维吾尔人在全国各地工厂工作来掩盖其武汉病毒病例。此外，据称在中国主要城市中仍普遍存在集群感染。台湾最高军事智囊团警告说，中国可能会利用新疆拘留所中的强迫劳动来促使其工厂重返行动，以欺骗国际社会武汉病毒的传播已受到遏制效验。北京当局要求企业恢复工作和生产。国防和安全研究所在报告中说，受到严格控制且无法抵抗的新疆维吾尔人已成为最容易获得劳动力保障的工具，以支持中国不稳定的经济安全。中国当局在美国法庭上被起诉涉嫌散播病毒与违背化学武器条约，遭起诉索赔超过20万亿美金。美国律师莫尔近日代表委托人向法院提出集体诉讼，指控中国当局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保持着鸵鸟心态，而引发全球性武汉病毒疾病疫情。据诉状指控，中国未能更迅速地通报及遏制武汉肺炎，或未能揭露确切疫情数字，根本是在武汉邻近地区创造了相当庞大的病毒培养皿，引发全球性武汉肺炎疫情。美国知名右翼律师克莱曼3月17日向德州达拉斯法院提出集体诉讼，直接诉控中国政府涉嫌在武汉 P4 实验室违反国际法制下制造人工病毒，造成美国纳税人重大损失，提出20兆美元赔偿金额。东突厥斯坦文化和信息中心主席阿卜杜吉利里卡拉克什先生在一份声明中说，以欧盟和土耳其为首的世界各国应该对中国提出索赔诉讼。他强调说，我们需要收集证据，证明中国已经将这种病毒疫情隐藏了2个月，并将有意传播到世界各地。以欧盟为首的其他国家应该动员要求赔偿中国对世界的损害。在中国官方宣布疫情缓解，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的地区解封之际，湖北省黄梅县的警察与一江之隔的江西省九江市的警察发生冲突，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众多特警和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到场。日前，当局宣称除武汉地区以外的湖北人员可凭健康证明离鄂。尽管官方连续数天公布湖北省疫情数据均为0新增确诊病例，一些地方设卡防堵疫情重灾区人员入境的情况仍然存在。江西省九江市的交警在鄂赣两省交界处设卡阻拦湖北车辆入境。27日上午与湖北省黄梅县警察首先发生冲突。网上消息和视频显示，两地警察发生冲突后，江西方面派出特警增援，随后大批湖北民众加入对峙，出现骚乱。数以百计的黄梅人走到横跨湖北、江西两省的九江长江大桥，手持多面大字横幅，与大批江西警察激烈对峙，发生撞击，包括特警车在内的多辆警车被抗议者掀翻，有人背后戴手铐被便衣警察带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电话会晤，讨论了武汉病毒疫情。特朗普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表示，与习近平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会谈，对中国抗击武汉病毒疫情表示敬佩。美国总统还表示，在与抗击武汉病毒疫情中已与中国紧密合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电话会晤中表达了中美两国加强抗疫等领域合作，发展互相尊重和双赢关系的重要性。意大利是武汉病毒灾情最严重的欧洲国家。意大利政府接受中共的疫情外交，引发政坛反弹声浪。在参议员质询时，民调领先的右翼联盟党领袖萨尔维尼表示，中共涉嫌隐秘中共病毒疫情，已犯下反人类罪。萨尔维尼表示，中共政府一开始隐瞒疫情已在中国扩散的事实，而到了3月，中共却突然以救世主的姿态现身，这令萨尔维尼难以接受。他说，
疫情当前，任何人援助意大利都可以接受，但同时不能忘记追究责任。中国是感染源头，应该追究是否因中共政府故意隐瞒疫情而致使灾疫蔓延全球。